你叫什么？马可夫斯基。啥时间？表现还叫干啥呢？气氛很重要，生活是关键。看，咱再来一个更好的。Look。哎，这片子是讲啥？咱们一定要把自己的身体锻炼好，为电影事业发光发热。这才是这个社会应该有的。人类最大的优点就是你们与生俱来的强。中国电影不好看，都是你们导演没能耐。可以拍电影的沦落到如此地步，我真的是……在这个时代，人们图的都是一时欢愉。我一直在这个现实里不断的轮回。大家就不能为了艺术献身一回吗？这个不错，还可以。